第52届 G7 峰会，即届是办伫咧法国甲瑞士的小船长艾维安，也伫咧瑞士的首都日内瓦，是有真侪民众咧抗争，咧迫害联合国单位，甲放火烧资本主义的代表特斯拉电动车，警方是出动水炮车来驱离，场面混乱。 6月14日，瑞士 Geneva 街仔头亲像战场同款，警方下大量催泪驾驶、树泥皮庆祝，同时佮动用真侪台水车，要赶走反 G7 7大工业国峰会的示威群众。瑞士警方骹手无够，也佮甲德国请求700个警察来支援。 东港原底有200人要参加这场反 G7 峰会的示威，这当中包括环保、女权甲反资本主义团体，也毋过差不多有600个来自乌庄仔的激进团体，开始甲警方牵石头、干仔、红毛土甲甲炮啊，甲银行大门牵甲喙齿，而且佮放火烧代表资本主义的特斯拉车辆，也攻击代表多边主义伫当地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大楼。示威群众强调 ，G7 峰会就是好野人的聚会，也毋过这个国家才是世界乱源。 Oui, bien sûr, on n'est rien, on est des microbes, des nuisibles, des méchants. Il n'y a qu'à voir comme la répression à Genève a pris les devants pour tout barricader, les contrôles, comme si on était nous les méchants, alors que c'est réellement les puissants de ce monde qui ont bousillé la planète, c'est le capitalisme. Le G7, pour moi, c'est une réunion des riches pour montrer encore plus comment les riches peuvent devenir riches. 第52届的 G7 峰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也有欧盟领导人15到17会伫法国境内的小镇艾维安参加，为着配合美国总统 Trump 80岁的生日，特别延后一天。虽然主办国法国原底规划经济甲气候等等的议程，也毋过有个 Trump 会强力主导伫咧美伊战争当中中东地缘政治危机、贸易争端，也有甲特定朋友的双边会谈。俄乌战争嘛是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受到邀请。 有可能甲 Trump 有单独的会谈。Штати,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про нашу з ним зустріч. Найближчими днями в Європі будуть формати Групи 7. Звісно, Україна і наш захист, наші можливості прийти до миру будуть серед головних тем. 有届这届的峰会，中国相关的议题包括大规模属价商品出口，亲像电动车，也有关键稀土等等，也是讨论的焦点。另外，印度、南韩甲巴西等国领导人也拢有受到邀请出席。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